真係一去咗另一個城市。平時如果呢啲咧香港見到啊，一定貴到死啊，千幾蚊一晚。我依家重慶呢度啊，89蚊一晚啊，就可以見到呢啲高樓大廈，可以見到呢啲江景啊，江景你睇下上海一定超爆貴，救命！一見到呢啲咁嘅景啊，好似曼哈頓又或者咧香港中環嗰啲景啊，千幾萬啊！救命！我的媽呀，真係屌啊！重慶輕鬆就住到啦。重慶咧，佢個建築啊，同佢啲物價相比咧，真係一個天一個地。即係佢啲建築咧，好似好高大上嘅 feel，但係佢啲物價咧平靚正，係啦，無敵啊！每日見住呢啲景，佢夜晚仲靚啊！日見到呢啲景，真係覺得心曠神怡，超正嘅天然光啊，勁靚！高樓大廈，唯一咧就係唔係咁習慣咧，好似啲樓啊都冇咩私人啊，佢哋又高喎，跟住嗰啲窗又打開晒，全部基本上咧都見到佢做咩㗎。啲高樓大廈咧真係都幾十米高啊！對面依棟咁樣咧，都唔知係咪70層樓高。住依度真係有個好處，夜晚極度靚，光景啊，月亮雙子塔啊，超爆靚，靚到核爆！